我叫雷霆音。當我聽到香港有一間砌圖咖啡嘅時候，就諗住八卦去裝下啦。估唔到就咁樣留低咗做店員。呢本書裏邊嘅古仔都同砌圖有關，係我喺砌圖咖啡打工嘅所見所聞。但砌圖只係一個契機，一種可能，要連結人，牽引出人同人之間嘅故事，其實透過乜嘢都可以嘅。拼圖咖啡店第二回，天空之城。嚟咖啡嘅客對座位選擇都各有喜好，大家嚟唔止為咗一杯咖啡，亦都為咗可以拋開煩惱，有一個短暫嘅休息空間。我哋間鋪雖然細細地，但環境都幾舒服噶。裝修係以溫暖嘅木質為主，顏色就唔深唔淺，唔會好光又唔會好暗啦。鋪頭入邊啲台凳都擺得好整齊。就算冇客嗰陣呢，你都唔會覺得空溜溜，坐滿晒又唔會覺得好逼嘅。門口左邊就係嗰個玻璃大門，而右邊呢就一大幅落地玻璃。入到門口左邊會有2張靠牆嘅細台仔，右邊就有3張，而最出嗰張呢就貼住窗嘅。成間鋪都好夠光猛，因為外面係一條內街。再對面呢，就係一啲舊式嘅唐樓，所以唔會俾好猛嘅太陽曬住，同時又唔會覺得好死氣沉沉。鋪頭圖則係一個長賴賴嘅長方形，櫃台、廚房、收銀都集中咗喺中間嘅左邊，右邊條通道呢，就比較窄啲，淨係放到2張細台。嗱，過咗櫃台就係鋪頭嘅內部，我諗面積就同門口差唔多啦。右邊牆呢，就放咗2張長台，中間放咗1張。而鋪頭座入邊就係男女洗手間啦、儲物房同埋後門。睇下放砌圖個櫃就係擺咗左邊牆啦。鋪頭能夠喺有限嘅空間創造出最寬闊嘅感覺。真係可以睇得出老闆娘好有智慧啊！有啲客鍾意坐出面光猛啲，但係亦有啲咧鍾意坐入邊就 private 啲。亦有啲人特別鍾意坐喺櫃台嘅附近，咁就可以方便同老闆娘或者店員即係我傾下偈，大家都各適其適。其實睇下客人揀坐喺邊一度，大概都可以估到佢嘅性格或者佢嗰一日嘅心情係點樣樣。有一個女仔每次都會揀唯一嘅窗口位，如果咁啱嗰位俾人霸咗，佢就會坐喺附近，等個客走咗之後，即嗱嗱臨去換位。佢之前嗰種坐到好唔安樂嘅樣就會即刻變得好輕鬆啦。相反，有一個男仔，佢每次一入嚟就即刻行到鋪頭最入邊，然後好似 Beaver 咁樣匿埋一個粒頭。呢2個人嚟鋪頭嘅時間有時會 overlap。有時又會錯開，不過又唔會爭太遠。我見佢哋從來都冇傾過偈，應該就唔識對方啦。個女仔應該20幾歲，時下文青嘅打扮，成日都孭住一個有媽咪圖案嘅布袋。佢每次嚟都會試下唔同嘅嘢飲，食下唔同嘅 dessert。enjoy 完嘢食之後，佢就會好專心咁畫畫。通常都會帶到畫簿同埋啲顏色筆，有時就會用電子繪圖。佢有時畫下咖啡嘅嘢，有時又畫下出面嘅風景，有時就憑空想象咯。睇得出個女仔好緊張畫畫嘅，我哋都好好奇。有一次，仙姐就問佢：你好鍾意畫畫㗎？次次見你嚟都畫畫嘅。我依家讀緊設計課程，但係我最想可以畫漫畫，因為之前嘥咗一啲時間，比起其他人遲咗起步，我依家要急起直追啊！
畫漫畫係好，不過香港原來少漫畫，冇咩發展機會喎。所以我諗住去日本，依家學緊日文。個女仔眼大大，面圓圓，講嘢嘅時候表情好誇張。佢又鍾意着嗰啲鮮色衫，睇落真係有啲似漫畫裏邊嘅陽光女孩。個男仔都應該20幾歲，但係就同個女仔係完全相反。你甚至乎會覺得佢有啲抑鬱。佢成日都淨係着住深色嘅衫褲，每一次都買一支橙汁，然後坐喺個角落頭度喐都唔喐，唔睇書，唔碌手機，淨係耷低頭戴住個耳機，嗰頂 cam 就遮住半塊面。我成日都懷疑佢係咪真係聽緊音樂呢？不過我哋都好尊重客人嘅私隱。既然睇得出佢唔係好想講嘢啦，我哋都唔會去打擾佢。而時間耐咗，我開始懷疑個男仔係暗中偷偷及個女仔。佢哋雖然坐到離行離啦，但其實係一條直線。如果中間冇其他客呢，係可以睇晒嘅。不過呢，嗰個男仔又冇其他可疑嘅行為，咁我哋又唔可以去干涉。後嚟有一日，個男仔提早咗嚟，佢自己攞咗副新簇簇嘅砌圖，應該係特登買嘅。佢第一次開口，我想將個砌圖送俾咖啡。好啊，我哋一向都有收砌圖㗎。然後佢坐低咗，打開個盒，將啲砌圖倒咗出嚟，靜靜地咁砌咗上半部分。幅砌圖上半部分係一個湛藍嘅夜空。有一個着住藍色裙嘅少女瞓着咗，或者應該話佢係飄咗喺半空之中。個少女嘅上半身微微向上，合埋雙眼，嗰兩條孖辮就喺空中飛起。而少女胸前嗰粒飛行石凌空而起，發出幽幽嘅亮光。仙姐就企喺旁邊睇住。咦，天空之城啊，80年代卡通片嚟㗎喎，後生仔你幾時睇過？而家咩舊嘢都拎上網炒啦。我唔止有睇過，我仲曾經經歷過。吓，你經歷過啲咩啊？個男仔冇答仙姐，我唔知佢係講嘢唔叻定係唔想講呢？但係直覺話俾我聽，佢應該冇惡意嘅。佢將嗰幅砌圖好小心咁樣塞咗木架上面，然後就好似一隻受咗傷嘅動物咁樣離開咗間咖啡。過咗冇幾耐，到個女仔嚟到咖啡，佢好似平日咁坐喺嗰個窗口位 order 咗啲嘢飲同埋 dessert。佢打開畫簿畫咗一陣素描。佢今日好似有啲心不在焉。佢擺低咗個畫筆，托住個腮望住窗外面沉思。然後佢企起身行去放未砌完砌圖嘅木架度。佢睇到頭先嗰個男仔砌咗一半嘅天空之城。個女仔好驚訝。佢周圍望咗一陣，發現冇其他人，就拎咗幅砌圖返自己個位度。個女仔好專心咁完成幅砌圖，個內心好似經歷咗一啲嘢。喺砌圖嘅右下方有一個巨大嘅金屬輪，輪嘅軸心伸出一條好似跳板咁嘅嘢，而跳板嘅另一邊就企咗一個少年。少年抬頭望住飄咗喺半空中嘅少女。佢個樣一啲都唔驚，佢反而好似期待緊佢跌落嚟。個女仔望住幅砌好嘅砌圖，佢個內心似乎唔能夠平復。仙姐就扮冇嘢咁樣問佢：哦，係我10幾歲時候睇嘅經典動畫喎，你睇過未啊？我睇過，網上睇嘅。呢個啊，名場面嚟㗎，你知唔知叫乜嘢啊？個女仔好似完全冇 idea。叫做從天而降的女孩啊。我就係嗰個從天而降嘅女仔。你？佢係咁講嘅。佢？有人喺我 Facebook 上面留言啊。個女仔喺電話打開自己嘅 Facebook account， 上面有好多都係佢畫嘅畫，仲有一啲係我哋咖啡影嘅 selfie 同埋佢玩過嘅砌圖。
而喺今日早少少嘅一個留言裏邊，有一個踢咗呢幅砌圖嘅相，寫住給從天而降的女孩，係嗰個男仔啊！你識唔識留言呢個人啊？我唔肯定。4年前，我曾經喺一個好高嘅地方跌落嚟，當時我想爬過一幅好高嘅牆，有個男仔救咗我，但係因為咁樣，我哋兩個都冇咗2年嘅時間。之後我冇再見過佢啦，已經唔記得咗佢個樣。諗真啲，我從來都冇機會睇清楚佢個樣，可能佢就係咁噶啦。個女仔望住砌圖入邊嘅少年，就好似望住佢夢中情人咁。但我唔係咁嘅，我冇飛行石，從天而降就會墮地受傷。後嚟我重新開始讀設計，我諗佢都應該重新開始做一啲唔同嘅嘢啩。不過我都知道有啲人就咁爬唔返起身。個女仔企咗起身，用電話影低嗰幅完成咗嘅砌圖，然後 post 咗上 Facebook， 加咗一句說話：Laputa 已經毀滅啦，但係天空應該仲會有其他 Laputa。呢幅砌圖送俾你啊，都係咖啡俾你嘅禮物，留翻俾其他想搵空中之城嘅人啦。之後個女仔同埋男仔都再冇嚟過咖啡。愛虛構 Fiction Passion 係由愛虛構秘密會社出版嘅同人誌，2024年8月1號創刊，以電子報嘅形式，每周發文2至3篇。成員包括吳幸臣社長、雷霆音、賴晨輝同埋胡安妮。內容以虛構故事為主，亦都有日記同埋生活隨筆，以及談論自主出版同埋動漫嘅文章。滴下每滴分兩邊等，預備於杯中各煎等，溫柔光線停在你的臉，慢慢堆積起抱緊扣，每個煙圈輕輕掩蓋，放慢了的印象像一聲呵欠，情感似未誕生，欠些戀愛的魂，昨天就如冷咖啡裏那些昨天，已經昨天沒法升溫，濃縮一小口，像最親密友，沉澱多久方可讓際美走，從不趕出口，遺憾過的都總有，臨走擁抱我就夠。樹上的花開結出果，樹下的苦等結果，怎可能倒退？來日再走過，尚未熾熱的氣溫，你說已不可翻滾的愛，在下降深度就剛好不錯，情感似未誕生，欠些了愛的魂，昨天就如冷咖啡裏那些昨天，已經昨天沒法升溫，濃縮一小口，像最親密友，
同人誌插圖採用咗日系動漫風格，作者們希望貫徹2.5次元嘅主張，接通虛構同埋真實，以文字同埋圖像創造出無限可能嘅平衡世界。何必講出口，是最親密友，無論多久總可直到永久。如今倒一杯酒，從未錯失的戀愛，誰管此際有沒有？連載作品已經結集成電子書嘅有SF 少女日記、拼圖咖啡店、少女革命同埋 SF 的奇異日常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去佢哋嘅網頁 fictionpassion.com。